来台湾看世界，来看中国的甘肃。伫个昨暝11:59发生规模6.2的地动，死伤惨重。目前已经知影有118个人死亡，397个人受伤。这个死伤的人数还阁继续咧增加。 天有地动，厝是准甲真大力，最石头风海一日，拢摔落来。厝内水缸内底水是一甲规世界，突然油啊拢行一日，客做一回。地震了。 这边的房子全部倒塌了。中国甘肃伫早暗11点多发生一件规模6.2、深度敢若10公里、真惨惨的地动。 大学生是拿穿外套拿走出来，一个学生拿一夜将风锁掉的逃生门弄合开，走出来逃命。怎么办？好死我！哎呦，整个房子这么多抖地嘛，之前我这是，我腿子都吹抖地嘛。我们脚跑出来那个扇子那个土砰砰就下来了。那今天晚上我跟你们真的不敢睡。民众拢恐惊甲唔敢困。根据中国媒体报道，资震海入的20秒，了后短短1点钟以来，总共记录到32遍的地动位。就是摇的特别厉害嘛！我在那个11楼啊，刚开始地震的时候，房间里面的灯呀、家具啊啥的，咯吱的响嘛。我们2个人醒来之后是赶紧把他们2个抱起来就跑了嘛。民众走出来了后，佮看到空中有真侪鸟仔在飞。这件地动已经造成几600人死伤，那真侪厝是倒去，部分地区断水断电，道路顶的基础设施嘛受到无共程度的损害。甘肃民众这一暝恐惊是真歹困的路边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